来讲，这个澳门的政府要求台湾派驻伫当地人员爱来签署着一中原则的承诺书。啊，讲咱的陆委会有咧研究，无排除要直接来踢馆。于事已至成。新上任的行政科技人员，佮有驻法大使霍培基，伫咧总统赖清德面头前宣读誓词。其中霍培基伫咧现任的驻法代表吴志忠转来了后，会接手伊的职务。不过，毋是大家外派人员都会当接过这么顺利。5个的驻澳门代表定为澳方要求爱签署一中承诺书，人员的调度怎卡条？澳门政府呢，还是片面设置这个申请签证的政治条件。签署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那这个我方无法同意。我方要正告澳门政府尽速摒除不必要的障碍，友善处理澳处人员的派驻问题。5个人员驻澳门超过10年，7月23调转来台湾。不过，澳门政府为2019年开始要求新的派驻人员就要签署一中承诺书，才会当派驻。过去5个拢是用延长签证的方式来处理，第数5个驻澳门的人员为原本编制8个人，到目前敢若剩2个人。如果说最后演变成要被迫撤馆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可能也会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在澳门地区或是港澳地区这边的权益会有受损的情况。怎么样能够以保护台湾2350万人的权益为最优先？以我们派驻人员的安全为最高的考量，也不能让中国或相关的特区政府以这种政治的手段去伤害我们派驻人员。传出陆委会暗算，未来若是拢无公务人员派驻，无排除会直接踢馆，或者是比较香港的方式，敢若剩当地人来到运作。毕竟澳门对台湾上主要是观光产业，甲台湾的贸易业是较少。用去年做例，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业是到580亿美金，若对澳门是1亿美金。就算双方的来往较少，不过若是踢馆影响到双方的交流，恐惊是任何人拢无想要看到。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